走这边比较好。到时候呢，我想在这里面搭一个台子，这样请人来演出的时候气氛就会更好一些。可是乐队不是不演了吗？这种事情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哇哦！喂，思辰，我和小雅在工作室打板呢。晚上吃饭啊？行啊，那晚上见。好，他去处理打板的事情了，你让工人把花都搬进来。这样也好，大象那天可以直接插花，比较节省时间。那是不是陈飞昂啊？怎么尹思辰也在啊？哪里啊？我刚刚就看见他们在那儿啊。他不是在打板师的工作室吗？怎么在这儿？小雅，你听好了，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掩护我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在这儿。我先躲一下。为什么呀？走了。林小雅不是说顾小姐给你准备惊喜吗？我们刚好可以看看准备了什么。你帮我看着，我找个地方躲一下。慢点啊！你有事你一定有事瞒瞒着我？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已经原谅你了。我们走吧。哎，西西，走这儿。思辰，我好想你啊。我也是。走这边比较好。思辰，我们去啊！走，小范，我操，加油！那我们走这边。哎呦呦，出息了啊！原来你们也是来求婚的。看来他俩果然是心有灵犀。哎，你说他俩最后谁会跟谁求婚成功？不好说。不然我们打个赌吧。